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本人，欢迎收看今日新历4月初10，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佮加2站武汉肺炎的病例，拢是按国外带病入境，不幸的是佮加一个死亡。酒店舞厅停业，打考这度食青的人也就吊顶。日日春协会这个团体是讲，政府一句命令就叫人停困，敢有法律的根据？早期行政院苏贞昌院长批评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讲伊骂台湾是真无公平，爱伊就要出面回实的。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说明讲，咱国内佫新增加2站武汉肺炎的病例，这2个拢是按外国带病入境。不幸的是，佫加一个患者致病过往，到今已经有6个患者死亡。咱台湾计共是有382站病例。指挥中心也宣布讲，人丁济风景地区、甲夜市、菜市，拢就要开始管制出入的人数了。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有新增2个病例那2个都是境外移入，所以我们总共现在的个案总共是382人，91人解隔离，那有6人死亡。对于社区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不管是观光景点、夜市、寺庙起那4月10日起就今天我们就起人流管制摊商跟消费者要全程佩戴口罩。那夜市跟市场的自治会的部分，提出总量管制的计划，那规划单一的出入口，取消试吃的活动。摊位之间的安全距离要把它拉开就是因为风声讲有酒店的公关小姐验出致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就宣布讲，舞厅酒店全面停止开业。毋过，当时有医师指出，万不利者的所在，若搁店开门接待人客，正经搁有人染着病的时阵，源头就愈歹查咯。台中市甲台南市当时要求一寡特殊的娱乐场所，拢都要登记人客名姓、电话。医师嘛讲，这未免也是无奈中间的一步。伫进前指挥中心公布一位本土确诊的个案，按37930几岁酒店女公关引起防疫冷判议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下令全台湾各县市的舞厅或者是酒店立刻停业。不过，有医生认为安尼先做对防疫无帮助，因为若是转做地下化是更加麻烦。假使说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存在，那你去禁绝它，那可能它就是转换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地下化，或者是说你表面上查不到，那这样子其实更难去做好疫情的这个控制。酒店停业的经验一出来了，贵人、桃园、台北、高雄，伫初九案拢执行稽查突检，只有台中市甲台南市是宣布，其他的这种行业实施实名制。入场的民众爱登记姓名甲电话，违反的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罚3000到15000。医生认为，这个非常时期，消费实施实名制，算是一种防疫的方式。假使没有办法完全禁止的行为的话，那当然实名制会是一个好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比较容易追查到疫情。不完全公开，但是疫调还是可以做得好。指挥中心讲，全台湾的酒吧、舞厅停业无期限，就要看疫情的发展才决定。要若是其他的夜店、加酒吧、KTV 这块，是强调会继续宣导安全的社交距离，并且要求挂水安。不过，这块所在拢是封闭的场所，要若保持社交距离1公尺半，降低感染风险，恐怕也是有困难。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北市政府替民间消掏困难的政策，即马搁再加强。转来甲市府租场所做生意，租金会当按，甚至若因为病情咧拖，暂时无开业，也会当免纳。另外，市府也有掠1亿过8千万的预算，要来支持劳工。是讲目前中央政府要求酒店、舞厅这款娱乐场所拢袂当营业，敢确实做袂到。黄珊珊副市长是讲，眼前只有是严格管理。新北市的侯友宜市长嘛讲，地方会尽全力落去配合政策。武汉肺炎疫情要烧袂退，为着关怀居家检疫的人，台北市有公庙等等的单位捐防疫物资给台北市府，市长关文德亲身出面感谢。随着疫情的发展逐步的拓展我们的纾困项目。
因应疫情冲击到经济，台北市阁推出第3波短期的纾困方案，包括原本的延长税务、减租金、优惠利息、补贴，也阁有降税等6个措施。即马阁加持有房地会当延后纳租金，或者是延长契约。那因为疫情停业，会当停收租金，也阁有劳工纾困预算1亿8700万。另外，全国无薪假的人数继续咧压悬，前一天侯友宜嘛甲中央发声，爱照顾劳工。黄珊珊嘛表示，会协助餐饮业甲外送平台合作。除了我们自己的方案，我们也会去协助台北市无薪假的劳工争取中央的纾困方案。产发局一直有在跟外送平台协商，他们那个所谓的上架费是不是能够做一些调降？因为他们上架费的确是餐饮业者他们比较大的一个门槛。因为即马坐运公车等大众运输工具一定爱挂喙罨，不过对1岁以下幼囡仔来讲可能有困难。台北坐运嘛表示，大家拢爱挂喙罨无掠外。针对这点，黄珊珊指出有甲中央反映过，这项答辩的问题，建议若有红眼车，敢袂使用惹起来的方式来取代，也阁爱等中央研究了后来指示。为初九开始，中央要求酒店、舞厅拢爱全面停业，敢有可能转做地下经济？台北市府认为，敢若会当严格管理。纾困的话，可能也是要中央统一来处理。讲地下经济本来都一直存在，所以重点还是稽查跟能够加强稽查啦。那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很严格的在管理。有将近61家的业者，因为我们的规劝、我们的强势的作为，几乎都已经停止了营业。不一定要指哪一个特定行业，必要时候中央就可以下令。地方一定全力的配合。侯友宜再去视察3英大桥改建工程，针对酒店方要求爱停业，伊表示，个外过进前，新北市就要求室内封闭空间爱管控人潮，未少业者目前已经停业。伊强调讲，只要中央下令，地方一定会全力来配合。记者综合报道。酒店、舞厅停业，当靠这度食穿的人，恐惊也着吊顶。劳动部是讲薪水，当着由公司甲辛劳双方面去敲切。因已经有按算要补助家己接膝头的自由业，都若有补到劳保，就会当请。不过女性团体日春协会是打出来讲，风尘中这度的人拢嘛要咧补较济，尤其政府一句命令，就叫人爱停困，根本就是推软啊！这敢有影有法律的根据咧？酒店女公关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指挥中心初九开始下令全台酒店、舞厅无限期停业。指挥中心表示，若是有男女陪伴近距离接触行业，包含阿公店、小食部、顺的剃头毛店也拢算，影响的人员真济。和扶运团体日日春协会集齐比例无适当，而且也无相关的指引。护护团认为政府软土深骨。昨天清晨，我过去林森北路，也都已经有业者在路上大喊说：“我失业了。”法源依据在哪里？会觉得那难不成是我们的产业是比起一般的高尚大的行业来的挑着软柿子吃吗？那天宣布要停业的时候，你那时候内心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说惨了。亲像林森北路行内底餐饮店生意是愈来愈歹。酒店女公关少爷经纪人干部清洁厨房人员，正做被迫失业，帅气的薪水要安怎呢？劳动部表示，研究劳资协议，不过无强迫头家爱付薪水。这样的一个停业，它是不可归责于劳雇任何一方。那有关这一段期间的薪资的部分，那由劳雇双方来协议。针对受冲击劳工承受纾困措施，劳动部鼓励最近规划自营作业者现金3万块补助，都无限定行业，只要有投劳保，都机会成做适用对象。不过，日日春协会指出，大部分的酒店人员拢无投劳保，呼吁政府也是要针对酒店相关人员提出纾困配套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啦，站家己饲者就查到一间营业登记是商行，事实是有小姐咧盘酒的酒店，同款嘛伫咧开业。中山大学一个长期拢咧研究公关坐台这款头路的教授嘛讲，今即站会有愈侪无清白的风月场所，颠倒装出来要抢人客，时到敢是愈歹查。若是要求证人，就要照约束叫人客挂喙罨，阁唔通伤过头挖金食，是毋是会较好管理咧？全国酒店舞厅禁止营业，但嘉义市警方9号暗时找到这间酒店，由原点点开大门，几啊名陪酒人员上班。这家是登记这个商行，不过我们今天有请这个建设处的同仁再来查证一下，到底
是商行还是实际上是经营酒店。店家登记是商行，家己市政府要查明是毋是会使认定做无配合停业的酒店，开罚5万到100万。不过，中央高校下晡落禁令，长期研究陪酒等行业的学者，尾仔嘛就收到研究对象转来信息，讲台面下骹的陪酒业者马上想要抢商机，学者烦恼禁止营业，恐惊会造成愈侪防疫问题。即便没有实名制，他们都可以追溯，要疫调的时候都可以追溯到人。但是如果客人可以直接跟透过这些赖，然后找到小姐的话，这个其实就完全无法追踪。我们要赚钱而已。那你们把我们封了，我们还是有办法找出路去赚嘛。有陪酒人员嘛表示，为着趁钱起价，会转去其他的营业场所。学者认为，陪酒人员原本不是防疫破口，破口是接触的人客，应该加强要求营业上的防疫作为，包括社交距离、酒客挂吹烟，希望政府重新考虑。记者王家川、柯建准南部报道。再来讲，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讲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 Tedros 谭德赛开声骂台湾这条带，表示讲这款话对台湾是真无公平。尤其台湾阁有协助到 Tedros 所出身非洲的伊索比亚这国训练过医疗人员，伊煞唔知影通感恩，话拢南三讲，实在无够格通坐秘书长迄位，万一就要出面回释咧。武汉肺炎疫情真严重，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煞伫记者会顶悬，生气指台湾对伊进行攻击，批评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7日到立院备询也同为回击，强调这对台湾无公平，也佮讲台湾斗相共伊的母国伊索比亚训练医疗人员，伊煞唔知感恩，要求爱回释咧。对台湾无的放矢、没有证据的乱讲话，其实是很不够格在那个位置上。防疫期间口水战没必要，先把防疫做好。我们会觉得针对这个错误的资讯或是不实、未真求证的资讯，他应该要提出道歉。因为外交部宣布增加捐600万片的喙罨予国际，国内出现国人买喙罨甚受抢救记录。苏贞昌阁重申，台湾有能力才会帮助别的国家，会持续的帮助需要帮助的国家的第一线防疫工作人员。我们也看到世界各国接到我们捐赠的口罩后，非常肯定。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酒店舞厅停业，相关人员生活遭到冲击。苏贞昌也保证会按照纾困的办法来照顾。只要有陷于困境，我们都一体依照纾困的办法，给应该有的人，受到困难的人给予照顾。伫纾困特别条例修法顶悬，国民党团7日提出修正动议，主张编列1000亿预算发现金，补助受冲击的民众，并且批评政府唔知民间的艰苦。啊，不过立法院会议员通过纾困条例修正草案的政府之托，国民党团是要求行政院提供第一波纾困条例检讨报告，作为13条协协商的参考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外交部的吴钊燮部长接受美国联邦政府的智库用电脑镜头连线视讯访问，讲起台湾抵挡病症会遮成功，就是政府的资讯通光无暗坎，这也就是台湾和中国第一无共的所在。吴部长嘛讲，到当北京迄边还佫一直咧放假消息，制造台湾民众对政府反感。中国的外交部当时继续掠话，讲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佮批评咱是照病症摊开的时，咧推动台湾独立。Taiwan can help our robust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The actions we have taken and the model we are committed to sharing. 外交部长吴钊燮以视讯的方式，甲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连线，分享台湾成功防疫的经验，呼吁美国甲各国支持台湾参与 WHO， 更加讲到台湾甲中国上大无共的所在是政府的透明甲坦白。中国最近对台湾发动大规模假信息的攻击。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we have seen Beijing engage in large-scale coordinated campaign to mislead our public on the disease and to undermine their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From conspiracy theories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coronavirus to fabricated government proclamations. 吴钊燮指出，中国政府伫咧疫情期间积极甲世界推销，威权体制有资源甲能力会当控制疫情，台湾就是这个论述真好的反证。
若最近 WHO 秘书长谭德赛批评台湾对伊人身攻击，吴钊燮上新的铺文是讲到，疫情援助的物资已经送去中南美洲的友邦，台湾会当斗3工，特别表示这是为台湾来的攻击来呼应。不过，中国外交部是真挺谭德赛，认为台湾想要利用疫情来争做独立的国家，中国会继续支持 WHO。我肯定不会同意这种指责。我们希望台湾当局不要把有关疫情政治化，不要进行政治操弄。中方将一如既往的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才批评 WHO 伤过暗护中国，要暂停援助。国务院车稿进一步说明，表示 WHO 伤过顺中国，无看重疫情的严重性，质疑是安怎来寻求台湾的防疫领导。另外，网络顶端嘛发起要求谭德赛落台的人数，即马人数已经要80万人，也搁咧继续增加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蔡英文总统伫咧武汉肺炎当咧谈的时阵，伊讲一句讲世界无人比咱较了解受人藐视是啥物款心情，因为咱久长以来拢互摆脱伫咧国际组织以外，台湾人受人枉屈，即个心声俗语话，我那真济拢用即款做主题。头一句我相信讲真济遮观众朋友咱拢会晓讲，实在台湾人的俗语高描写呢，一句真简单的话6字尔，讲白布年甲乌。对啊，代志都毋是我做，话都毋是我讲的，你敢若白布要甲我黏甲乌，你目睭起咧咧甲幻想，讲白布黏甲变做乌的，你甲看即有描写即句话，毋知当初是啥写的，啥物人的灵感，有法度讲出讲咱心内冤枉，心内枉屈，就是因为一点志气，咱毋愿受枉屈，所以用俗语来吐出心声，即种咧表露咱心内受到委屈的过程的俗语，原来真济。毋若讲一句白布黏甲乌尔，阁有哦，阁有一句，原来真有意思。咱台湾话咧讲，含华语的成语，有当着吼，拢会讲改一2字啊。其中最出名一句话，就是讲你讲话毋通含血无天。那即句华语咧讲，咱嘛知，叫做含血喷人，但是台语就讲叫做含血无天，对哦。你安尼血含咧，你对天顶伫咧舞，意思讲吼，你咧讲吼冤枉人啦。一枝竹篙倒归存在，无影无一只的代志。你安尼甘血伫咧舞到半天顶，毋过甘血无天，结果血嘛是滴到你的面的你。所以吼，安尼讲冤枉，安尼讲枉屈，对你家己相信是无较好啦。毋则讲台湾，咱有一句俗语话，原来最后事实查明的时阵，都毋是咱做的，咱已经互冤枉啊，咱已经互枉屈啊，人已经对咱甘血无天的时阵，咱就会讲安怎样。讲乌狗偷食，白狗受罪啦。代志别人做的，换咱伫咧食罪，换咱伫咧互白布黏到乌。所以台湾人的心声，台湾人的委屈，咱家己知，谁上知？台湾俗语话内底上知。你讲看有影无？乌狗伫咧偷食，乌狗伫咧好气，换谁？换咱白狗无张无弛，就爱食罪。这俗语话已经一句一句讲甲明拄明，这是台湾人。互相拢会当理解甲经验，若要画出冤枉的时阵，我靠俗语也真有效。你讲看有影无？过来，咱来讲，因为 Tedros 家己掠话，批评讲网络顶头就是有规弯规怪的台湾人，拢咧藐视伊的工作，针对伊本人咧攻击。结果咱的调查局追查落去，刷发甲讲事实拢是中国迄边的人士踮伫网络顶头出骹手，确实有影乌狗偷食，白狗受罪，并不是。我们台湾人在道歉，目前发现了目前发现的。那刚刚说这个 ZOE 为什么我们认定说它是一个大陆的账号？其实可以从这边他自己在这个他的贴文的内容，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他除了这个假的道歉文是用繁体中文以外，他其他的文他用的是简体字。调查局表示，是中国迄边的网军自导自演，假作是台湾人，甲 Tedros 谭德赛攻击。从头至尾已经查到超过44个网络的口罩，发表上百条的文章，内底甚至有的连假健保卡都翕出来。毋过查证详细，完全煞拢无台湾的口罩伫现。
谭德赛本人近来24点钟内是世界去转一寡世界各国网络顶头的人士支持伊的字句，头尾有30几条。外界也讲这是咧找找安慰啦。咱搁来讲，近来有真侪农民咧烦恼外国海关封锁肥料的原料，敢有法度进口？早起蔡英文总统和农委会陈吉仲主委是去到台中参观栽培的工厂。农委会也宣布讲，按4月15开始，一包40公斤的肥料会补助20块。蔡总统嘛一再搁再开声，邀请谭德赛秘书长都唔通误解台湾，欢迎伊来行搭访问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挂嘴暗去台中的栽培工厂了解肥料生产也有供货的状况。前一天，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指控台湾以种族歧视的言论发动攻击。总统蔡英文认为这是谭德赛无了解台湾。这个 WHO 的干事长被台湾做了一些不实的指控。那么这个指控确实会严重的误导国际的视听那作为总统，我昨天已经表达了我们最强烈的抗议WHO 的干事长他这样说，是因为他不了解台湾，所以我也邀请他能够排除障碍、排除压力，能够来台湾看一看。总统蔡英文表示，谭德赛讲的话空嘴无止，台湾人并未因为批火涉水，或者是用语言去欺负人，也袂因为无加入国际的组织，就减少对国际社会的支持。那这阵疫情影响的层面真大，农民已经出现囤肥料的情形。农委会宣布，为4月15开始，逐包40公斤的复合型肥料补助20块。伫即马这个今年同一个期间，比去年加提供36000公吨。的肥料36000公吨的肥料，将近有120万包的肥料，伫今年予所有农民来用。所以伫这个期间，让所有农民朋友报告，咱的肥料100%竟然有够。农委会表示，农民自本也准讲做肥料的原料，即阵要进口真困难，所以开始囤。不过，这摆补助会比同一个时期加生产36000吨，拍算要供应到明年无问题。希望会使安定农民的心，也降低因的生产成本。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中国的武汉市解除封锁了后，人也老店湖北省内迄700几个台湾人，当时才有法度转来。组织一个湖北大包返乡救援会大商施正文会长，含几个有亲人也老店遐的民众，早起同齐出面，望讲政府会当阁安排包机，也是开放遐的人民四散倒转来。行政院苏贞昌院长是讲，为着带动病情拓开，也是尽量的指定飞机抓，那无就是包机安排因倒转来。当你们的妈妈在等你们回家的时候，却等不到，一等就是等了3个多月。透过视讯荧幕，甲留伫湖北省的台湾亲人通话，因为伤过思念亲人，过程中几夜办后甜，也有人讲，因为要照顾丈母，所以无赶上第一班包机，结果丈母自责煞来受袂开，即马心情非常艰苦。疫情对于每一个人都带来了很多的限制跟不方便，却因为我而间接导致岳母跳楼自杀。上次有讲了，有心脏病的小童，将近50个幼童跟学生，呼吁政府能够启动第4次的包机，或是取消驻机，让他们回来。中国武汉伫7月解封，留伫湖北的台湾人，什么时阵会当回来台湾？继续引起两方的竞争。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伫顶日表示，要甲中国协商包机。也毋过，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微信公众号“港台腔”都伫7九刊登文章，指出解封了后，无交通的问题，无存在两方平衡联系沟通议论。为什么民进党当局要对已经控制疫情的中国大陆失守？对于健康的滞留台胞一直刁难，呼吁会当撤销驻机。行政院长苏贞昌也针对滞留的咱国民众，什么时阵会当回来台湾做出回应？也希望都能够照我们所宣布的相关作业，如果能用我们直接包机接回来，或者他到特定还保存的机场航线，像上次从这个上海回来的情形一样。
苏贞昌强调，虽然中国对武汉解封，也毋过其他城市对武汉也是有实施特别管制。台湾也是基于保护咱国民众安全的情况，采取必要措施。对于滞留的咱国民众，也同款关心甲欢迎。记者综合报道。总讲一句，中国和台湾的牵连是定定塔塔。昨尾暗时，中国的教育部宣布讲，本地有开放因地头各种学历的出业生来台湾继续升学读书的安排，但暂时拢要冻点咯。咱过来后，大学的校长表示讲，这有影加减会去影响到各大学的招生，嘛烦恼讲台湾和中国双方面的学术交流会就安尼断暂去。民团大学的学生准备要去上课，不过即阵受疫情的影响，有600多个为中国来要来读册、研习，也有交换学生，即阵无法度来啊。校园内底的中国学生剩无10个。但中国教育部宣布要暂停2020年各地也有各学历毕业的学生来台湾读册，教育界就认为台湾的高等教育一定会受到冲击。以我们民传大学来说啊，我们其实一次大概是可以招到73位的学位生而且是100%的报到率。即阵因为大家囝生少，所以学校要招生有影介困难。中国已经暂停学位生来台湾读书，实践大学的校长就讲，学校要生存是更加困难。不过，以数字来看，这几年中国学位生招生的名额有下降，拄开始学术班一年开2200个名额，即阵只有800个学生来读，大部分来的拢是做短期的研究。校长就烦恼两化学术交流会怎样登去？各个学校应该自己努力，跟他们既有的管道姐妹校持续保持联络。像这一个3+1或者有一些4+0的这一些短期研修生，他现在都透过演技教学持续的保持两岸的交流。针对中国的做法，教育部也有陆委会拢表达遗憾。教育界希望等疫情告一段落，在咧交换生也有短期研究的学生这方面，双方会使继续合作，维持高等教育的学术往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国防部表示讲，早起有去探查到中国的战斗机，包含轰6、空警500，还有歼11这几款形体，拢有飞来台湾西南边的海面，咧进行远途的飞行训练。线路是经过巴士海峡飞入去西太平洋，才去走翻头。这也是今年中国军方第6摆派出战斗机驶过台湾了。国防部强调讲，针对台湾海峡四边的海面和空中的变化，拢有充分掌握伫咧。另外，昨有消息讲，中国军方头一只防空母舰辽宁号有驶探过台湾海峡。国防部是讲，若这层是假消息，因为咱的国军运用联合情报、监测甲侦查，确实是有效伫咧掌握台湾海峡四边的情形。目前也拢无各样，望国民都要安心。虽然交通部有针对旅馆、民宿者的行业提出贷款利息优待方案，要互证人消掏困难。不过，当时有业者讲，条件惊有较悬，申请的手续佫复杂，甚至银行也无的确有意向要配合。1200几间合法的旅馆甲民宿，但是无200间申请会到。林佳龙部长当时讲，目前正咧清查国内12000几间旅馆、民宿业员工的人数甲资料。迄条救命的劳工薪水的补贴会达成8角到。旅宿业者的面色正沉重，到立法院向面台陈情。业者讲，疫情后观光业规个拢停落，政府又搁要求大家卖裁员。不过，政府推出的辅助课程对现主事的困难帮助袂好。贷款的利息优惠方案申请的手续搁正麻烦，银行也无一定要照，真侪小型民宿的贷款申请拢被拍断。伊要去贷嘛，贷无钱，但事实上他真的很急，因为伊若钱佮贷无出来，已经店卖收起来，真的没有帮助，大概1%而已啦。好，那我们北中南东澎湖、金门、马祖都一样的，他们在申请里头困难重重。金管会讲，所困的专案贷款申请的速度就要看夜度决定，像100万差不多要开7个工作天。对业者反映讲，纾困帮助袂好，交通部长林佳龙回应，目前观光局正伫咧统计旅宿业相关员工的人数甲资料，希望2礼拜内救命钱、劳工的薪资补贴会当先到位。我们就随到随办，那在1周左右，好，我们就可以接受他们申请。那希望2周的时间，
好就陆续的能够来发放啊这些有关于员工薪资。另外，对于航空业的纾困，交通部目前已经邀集航空公司甲银行团协商，而交通观光企业的融资贷款部分，目前有100多件申请，贷出去的金额超过13亿。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专门伫咧网络替人引头路的人力银行这款公司发布调查讲，因为病情咧话影响甲因所访问的超过一半的对象，拢会惊讲头路会保袂掉。其中就是百货业、小卖徛店咧做店员的上界烦恼，过来就是传统产业者的制造业的人员。毋过这站经过电脑镜头连线，就当面试，毋免去到公司，就通引头路的情形，嘛是增加袂少。今年28岁露露是东莞贸易公司的中介主管，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无法度返去中国上班，向头家提出伫咧厝内上班，头家也同意，不过即马拄到无人通支援的辛苦。在家办公有一个我自己感受比较大，就是跟同事之间的互动会比较少，所以基本上我们公司是每个礼拜会有1到2次的视讯会议，就等于跟同事有更多的互动。另外，这位去年底才自英国返来台湾的女秘，本来伫咧旅游业做领队，却拄到疫情扩大，无团通接，这嘛是找到妇幼诊所协助帮体温的兼职的工作。如果有固定带团，然后我现在是亚洲线的话，至少可以5万以上，但现在大概就是2、3万。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国内放无薪假的人数已经到8739人，是将近8年来的新高。人力银行调查发现，有52.6%的上班族因为疫情扩大，惊讲无头路。主要原因包括产业的前景不明，23.9%；公司的营运无好是21.8%；减少排班17.1%；一个8.8%的上班族已经伫咧放无薪假。那进一步自产业别调查分析，发现百货贩售业的工作人员惊无头路的比例上悬。过来是传统产业。很多中小企业，它不太需要去跟政府去做报备，因为一般的劳检都劳检不到这种5个人、7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所以其实就黑数而言的话，我们初估啊，应该放无薪假的人数超过了2万人。另外，疫情也发现带动远距离面试的流行，有83%的上班族拢想要试看卖的，更加有89%的人认为对找头路的过程有帮助。人力银行讲，远距离面试，若能减少交通的时间，也有甲人接触的风险，如果有即时方便的特性，将会成为以后企业找人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这阵行政院是已经有骗111亿，要推出酷碰的优待券。不过目前是规划讲要经过网络的点头，还是行动支付，就是用手机直接纳钱买才会当拍折。但婚姻馆张立先馆长是打出来讲，因原来农业人口侪，尤其拢老大人，会好用行动支付的民众，惊是无甲一成。望政府就要直接发消费券，还是现金靠影。来到云林高溪荷包山，4月多是游荡花盛开，吸引真侪游客前来，但受到疫情影响，现在来到这看花，拢在公园的入口实名登记。当地社区的民众嘛希望政府会当提出实际帮助当地观光和卖当地产品的业者。就卖我们的农产品啊，推广我们的农产品，不然现在凤梨啊、大产季啊，没有人来消费的话，也是不行啊，对不对？为了刺激内需，行政院编列111亿，要推动酷碰券。但云林县长赵立设表示，酷碰券需要配合行动支付的平台，还是进口票等等。对云林县来讲，帮助真有限。大部分的农民还有大部分的这个长者前辈，大概很难用这个智慧型的手机了哈。那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我们要享受到政府的德政，大概有些困难。所以呢，基于本县的这样大致民众的一个反应呢我也提出向中央政府来呼应应该是不是用现金或是消费券的方式？因为手机我也不太会用，所以我觉得现金是最方便的。如果发现金不会有额外增加的消费，如果是用折扣券的话，他会去消费。张立先强调，以云林县来讲，目前习惯用行动支付的民众大约只有1成，若推动酷碰券，县内有高达9成的民众袂晓使用，就无法度直接来收费。加上县内消费形态和都市无同，希望中央采纳加听地方的声音。记者云林报道。
咱再来讲，近来因为武汉肺炎有过手捌着检查治疗者的工课医护人员，其实毋但医师甲护理师，就连放射师甲医师检验师的膝头嘛加正重。啊，毋过目前政府的补贴、津贴甲奖励，因拢无包含在内。当医师检验产业工会就打出来争取讲，嘛着要共款有补助才对。佮有放射师的工会嘛提醒讲，现部配给互因的防护衫根本就无法度防水，抵挡感染的风险，惊是会较有限。国内武汉肺炎的患者，大部分拢是用电光检查型检来确定。不过放射师工会全联会担心，目前卫生部只敢提供一般防护衫给放射师，若是透光也无法度阻挡喙烂等病毒。若是疑似患者伫咧接受检验的过程中拍牙唱或者是咳嗽，就算是有挂水胺，病毒也可能透过留伫咧放射师的衫或者是皮肤顶，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建议拢提供防水的隔离衫，才能有保护效果。遇到这个体液或口液那个唾液的时候，它会吸附在衣服上。那防水隔离它具有拨水功能，所以当有这些唾液喷溅到的时候，它是不会沾到你的衣服上面的。另外，参加防疫工作的也有医检师，因普通时将对一般病人的血液、尿液也有排便等检体做检查，即马佫增加业务量，针对疑似病例做检验，不过人力是无增加。自过去每天检体500例，增加到3500例。希望中央会让比较医护人员对参过肺炎检验的医检师，给因相关的补助。咽喉是指的这个检查嘛，武汉肺炎的确诊，那这是高病毒量的、高风险的，所以因此，我希望操作的人都可以获得跟其他医护人员相同的津贴。基于分仓分流的原则，专责于这一些确诊或疑似个案的这个放射的这个人员呢，那么会有这个特别的津贴奖励。根据统计，全台湾职业登记的放射师有6700多人，医检师是有9950人。对此，卫生部回应讲，医师人员的相关补助正伫咧研究。若是放射师的隔离衫装备是参考国外的指引，既然外界有疑虑，会伫咧专家会议搁再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咱往来看欧洲这边，病情咧话已经渐渐有较无遐激烈。西班牙的政府指出讲，虽然情形了有控制落来，不过也唔通放任。国内紧急状态就要延续到4月底。英国的首相也有好消息，伊本身的病情已经有较复原，按加护病房转出来普通病房继续治疗了。Can I start with an update on the Prime Minister? He's still in intensive care, but he continues to make positive steps forwards, and he's in good spirits.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英国采购做疫情简报时，先报告首相强生病况变好。在记者会了后无偌久，唐宁街就发表声明，已经为加护病房转登去普通病房，进行个真好。虽然英国疫情也无变好的现象，过一天增加800多人死亡，比前一天较少。目前累计65000多例，约8000个人死亡。东灾区西班牙总理桑杰士指出，疫情开始受到控制，嘛到高峰期，预计会开始减少。不过高防疫还是袂当放轻松。西班牙采购宣布延长经济状况15天，一直到4月26日，不过可能延长到5月份。刚是部分针对商店限制13有可能放令，西班牙一天也是超过600个人死亡，总死亡人数超过15000人，超过15万人感染。疫情较稳定的德国，佮指出最近的感染人数是有防疫有一寡希望。Die neuesten Entwicklungen der Zahlen über die Ausbreitung des Virus geben Anlass zu vorsichtiger Hoffnung. 总理梅克指出，德国的确诊人数甲死亡人数显示感染率当地降低，不过嘛警告，过偌济前后疫情会转变。德国目前有超过11万人感染，2400多人死亡，5万多人好起来。今后整个全球上严重美国，欧洲一天增加799个人死亡，连续3天创下新高。9/11 was so devastating, so tragic, and then in many ways. We lose so many more New Yorkers to this. 州长古莫讲，病毒亲像杀手，威力超过911。目前欧洲有超过15万人确诊，累计7000多人死亡，死亡人数就占全美国一半。政府已经请过侪殡葬业者来处理遗体。不过古莫嘛指出，加护病房的待人数一天增加200例，是3月19以来上低。一般的待人数嘛降低，强调社交距离有效。
目前全美国确诊人数已经破46万，16000多人死亡。华盛顿在内14个州已经宣布停课到这个下年结束。另外，航空母舰罗斯福号有超过400人感染。5个大厦催告讲，未来可能会有更加侪军人爆发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看地球南半边的纽西兰这国，封锁边关3礼拜，效果确实有影会知。目前因国内敢若2站得着武汉肺炎过往的患者，病例总人数也只有1283个。纽西兰的总理当时佫宣布讲，按4月初10开始，人民入境去到地，一律拢着爱在家内隔开14天。国际上的媒体是分析讲，地理上纽西兰家己单独一角，无含人南参，防疫的工作当然较有利。佫有总理量早宣布封锁边境，这站也是真有功劳。纽西兰目前游玩处理封城的期间，伫超商药局等必要服务地点之外，民众排队买相关物资，保持社交距离。商店也以人客一进一出的方式做生意。纽西兰人口无到500万，被国际媒体注意到伊的岛国防疫环境3礼拜疫情扩散都累落来。Our borders must be tightly managed. That's why from midnight tonight, every New Zealander boarding a flight to return home will be required to undergo quarantine for a minimum of 14 days. 这是防疫的增加措施，只针对本国人。实际上，阿尔登3月14已经宣布，所有入境者需要隔离2礼拜。当时，纽西兰确诊6例，第19宣布关掉边境，确诊人数是28例。23宣布封城，确诊人数102例，一直到29，死亡首例才出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纽西兰目前防疫小可有成效，有2大优势。除了防疫启动早，地理位置也是优势。伫南半球的纽西兰，甲其他国家距离较远，邦机也较少。Kiwis have quietly and collectively implemented a nationwide wall of defence. You are breaking the chain of transmission, and you did it for each other. 纽西兰的官员表示，纽西兰无真济家户病房，也无本钱承担大量的扩散风险。目前继续检疫量已经检验超过5万例，并且随时掌握这个病毒的相关信息，适时的手段领导民众，也是防疫上好的方法。现阶段，纽西兰40%的病例甲海外旅行有正有关系。阿尔登一步一步宣布边境管制了后，伫各国旅行的少年人为了避免更加侪无确定性，拢赶紧回去。虽然防疫有初步的成效，阿尔登也是认为这场抗疫将会是一场马拉松。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看目前休伫咧澳洲这国的港口一只游览船“红宝岛公主号”，去互人指责讲是造成纽西兰和澳洲2国武汉肺炎病症的探开的源头。但澳洲的警方就派人上船，甲记载船只航路详细资料经过迄个乌鸦仔拔去，通要当作未来刑事调查查明事实做参考的根据了。原本以洛杉矶做母港，航行伫咧美国西岸甲夏威夷红宝石公主号，为去年开始以澳洲做根据地，伫咧今年3月航程当中，捌伫3月15休伫咧纽西兰，煞互人记做是造成当地13个人群聚感染的源头。了后，这只船去澳洲，3月19船顶2700个乘客全部拢有落船。澳洲卫生单位隔顿工体检出新冠病毒的确诊的人，刷来半个月确诊的人数就直透增加。目前留伫咧澳洲的乘客就有576个人确诊，因国伫咧澳洲国内造成成百个人感染，会当追溯到红宝石公主号感染造成的死亡人数嘛有13个人，只要阁无包括落船了后就离开澳洲的旅客。New South Wales police officers entered the Ruby Princess to gather evidence in relation to the Ruby Princess investigation. They spoke to the captain of the ship, who was extremely helpful. Ships have a black box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international planes, and that and other evidence has been seized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国际海事组织为2002年开始，强制要求全世界所有的船只拢要安装数位化航程资料记录器，类似飞行机顶的飞行记录器，也就是人咧讲的乌鸦仔。若有事故发生，或者是像即届需要做刑事调查，这个乌鸦仔记录的资料，就会当对船顶的人员、甲船公司爱负责的部分来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关心国内南部各地头的一寡消息。
来讲，台南市一个家长把幼囡仔送入去托婴中心咧请人顾，结果4月初7的时，煞甲囡仔身躯顶有滚落胆乌青，才紧带去病院服药。但台南市的社会局也查出，迄间托婴中心内底一个人员照顾无妥当，即时甲业者处分罚金6万块。相片内底社会局的人员当咧约谈托育人员，因为即间伫咧永康的托育中心的人员，互怀疑照顾的方式无适当。托育人员他是有承认说他在照顾的时候，动作比较粗鲁，所以有拉他，然后有撞到婴儿床，所以他的头部有一点淤伤。很尽责的老师，很细微，真的就是在宠物上这样翻身碰到的啊，照顾的不错啊，只是今天报这种事情，就也是要了解真正的状况之后，才能决定说他事情到底是怎么样。业者虽然罚冤枉，不过也是罚6万块。台南市一个家长2月初把囡仔送来这间托婴中心，不过最近发现囡仔分尸顶唔知影是安怎几位拢乌青。社会局接到通报了后，随派社工去调查。不过这间托婴中心2年前嘛捌发生过不当管教的事件，迄当阵各方下令爱停业。去年7月，业者偷偷转手予目前托婴中心的业者，嘛同款发生虐待囡仔的事件，引起外界的关心。针对这点，台南社会局表示，2间业者是无共间，而且嘛无沿用进前迄间的员工。其实那个旧的那家他已经完全停业，没有再继续收托小孩，而且已经没有在做了。那他把它盘让给这家新的，那这家新的已经在去年他是重新立案，而且负责人还有他里面的这个保育老师全部都已经跟新的团队来提供这个照顾。台南市社会局表示，托婴中心的负责人到今也无甲社会局通报，目前还当咧了解当中。若经过调查有暗藏无通报的情形，会依法处分6万块以上60万以下的罚金。另外后手嘛会继续调查，敢有其他的囡仔受害。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高雄市刑警大队查到2宗伫咧网络假要卖喙烟的诈骗案件，就是有人伫 Facebook 花3盒喙烟1000块，佮请讲3月23就会出货。结果民众钱银花过去了后，就随互对方封锁，根本就联络袂到人。目前所在，尚无有10外民众受到欺骗。这个骗徒伫网络上卖喙烟，佮强调讲这是正统买卖禁止诈骗，互民众来信任3盒卖1000块，平均一个喙烟无到7块银。有足侪民众因此去互骗去。等汇钱了后，却断卖着喙烟。等被害人汇款之后，犯嫌会罗织各种理由，声称无法如期出货，并且封锁被害人的脸书。警方表示，嫌疑犯的手头根本无喙烟，拢是骗人的。卖喙烟的新的制度，伫4月9号上路以后，药局排队咧买的人确实有增加。不过大部分的民众拢甘愿排队来买，嘛袂相信网络上就当简单买到喙烟。这一阵子报纸不是刊登很多啊，买家收到的时候都是里面都是一些那个纸板啦，还是一些废弃物啊这样子。对，有时间我们就会来排。需要排队啊，觉得比较有安全吧。政府甲媒体的宣传有发挥效果，民众的警觉性提悬，袂乌白相信网络上的广告。其实只要用卫福部网络上的下订，同款会当卖排队，阁会当买到喙烟。记者陈一言、陈庆坤高雄报道。咱来看台东县历年啊时代的落成的历史建筑台东故事馆。委托成品册局经营13档了后，近来客户到期要重新招标。当成品家己煞无参加投标，当也流标咯。虽然台东县文化局办讲成品册局会当留落来继续经营，不过头拄啊，成品因也证实讲，敢若会经营到4月30日。台东故事馆是日本时期的历史建筑，以前是台东地政事务所。1997年刷走了后，县府就将建物转型为地方的文化展览场域。2007年招租委外经营，并且由成品得标，以实体册店甲展览空间合并经营的模式，成功成为台东县的文化内涵指标。不过即马传出，因为租约到期，县府重新办理委外招标，也不过成品却无来投标。第一次的结标日期已经截止，那确实
到截止日为止是没有任何人来投标，包括成品在内。传出成品拍算要提出台东，和地方艺文人士非常的意外。晴天霹雳，那是不可思议的。当一个城市让一个这么好的成品书店撤离之后，我真的很难想象。可能台东人之后可能就没有地方可以像这样可以坐在这边看书啊。成品台东故事馆租约到5月底，新的租约定9年10个月，租金300多万。官府也无愿意正式成品要退出，也毋过会积极甲成品沟通，继续办理招标。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云林县警察局斗南分局的旧办公厅，2009年就立足县定的古迹，是云林县的警察办公厅城内底上界宽、保存也上界完整的建筑。但经过复原了后，才毋若展览旧式的警察制服甲手铐。特别是一间1950年代的拘留所，就是望要让愈侪人了解警察这道历史的过程。玻璃橱窗顶悬有文字，小界内底所展示遮英过警察所穿的衫是安怎设计，也有伊的用途。另外一边也展示各种的手铐、警察的便当盒啊等等。这个计划列做是县定古迹的云林斗南分局办公厅舍，前身是起伫咧1930年台南州斗六郡斗南警察官员的派出所，即阵经过修复，已经开放予民众参观。云林县呢，在2009年将这个地方定为限定的古迹，那同时也投入5000万来兴建五座这个建筑物哦。那现在大概整个兴建已经完成了哈，那硬体设备在结构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现场除了有警察相关的物件、甲故事，上界使人注目的，也有这个起伫咧1950年的拘留所。为着结合历史甲艺文，云林县政府也甲国宝级毛笔家陈岳山老师的作品放伫咧场馆内面，希望增加当地的人文素养。是这整个场域里面哦，5个空间里面呢，我们希望整个配置就是说会有文创这个文创的一个基地的概念。那另外当然就是说它也会有就是结合产业的部分。斗南分局办公厅舍表示，一直到4月中，逐礼拜6、拜日拢有提供导览服务，希望甲云林县警察办公厅舍上界大、上界完整的这个建物，小介互搁较侪人。记者综合报道。斗南公园，咱来讲东势厝，云林东势乡的龙潭村，虽然人口敢若几百个人尔，庄头的时代阁拢有货啊。不过大家对公众事务嘛拢真热心。庄头内底有一句话讲，大家做伙来做村长。原来就是经过参与式的民主，做伙来讨论大细项的建设甲活动。这款特别的用心嘛，互龙潭村变做一个充满活力的庄头。在龙云宫有一场参与式医生的讨论会。村长公布邀请村民做伙来讨论公共的事务。讨论会的现场，村民坐甲甜甜甜。大家做伙来讲庄仔内的环境卫生、水路甲老人的议题。这是东势乡的龙潭村，有一个特殊的口号，大家做伙做村长。村长引入参与式的民主，和村民做伙讨论，决定建设的方向。过去的迄种方式，就是顶管啊，决定安怎进去，安怎做就安怎做。所以这侪公园，还是这些设施有很多是不符合民意的。协会的方式，然后民主的讨论出来的结果。无赶快的所在就是讲，村民他会更珍惜，而且他会更觉得说这个是他们要的。村长一开始要推设参与式的民主，伊就正几力的走总，家家户户去拜访。龙潭村的户口干那354户，大多数的村民拢真有过啊。大家讨论了后，头一件要做的代志就是老人共餐，就是大做伙食饭，互更较侪人来参与社区的活动。当初可能也是我开始，我就讲互推动讲，无咱来用就70万块来分做4个礼拜还是几礼拜吼，来甲消化掉，来做老人共餐，互迄老人出来，因若愿意出来，阵当然是上好啊。那会怎做落去，阵成果吼袂歹。参与式的医生伫咧龙潭村推动了非常的成功，目前做是示范的社区，村民倾心来参与公共的事务，大家把庄仔内的代志当作是家己的代志，做伙徛出来斗相共，互龙潭村变做一个充满活力、会当延续发展的庄头。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天气渐渐烧热，各地头拢是好天济云。不过明仔载暗头就会变天，后礼拜开始冷气团会遍布全台湾。
中部以北平地温度会降到10度左右，咱就要较注意咧。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3度到29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4度到29度。台南、高雄、屏东24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22度到26度。金马、澎湖17度到25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清本人。下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